Hello， 大家好，我是郭贝，又到复起来的时间咯。其实运动有几多的方式，其最主要的呢，如本大家可以放松心情，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像游泳啦、打球的有很多的方式。不过近年呢，最流行有一种运动的方式咯，就是健身。来去健身房来去运动，本大家可以来减肥，维持身体的健康，甚至于讲本自己的身材更好哦。安尼健身一个运动，特别有哪条要注意呢？也係講有乜嘅精彩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今晡日我哋特別邀請到一位健身的教練、健身教練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大家來分享佢吧，分享我哋嘅國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嘅健身教練李國凱。各位看到我眼見啊，真是唔係睇做兵，就係睇做一個教練，像運動型嘅樣式嘅。你本身啊，太好，因為你更加係睇做一個教練嘛，唔太好嘅時間都讀相關嘅課呢嘛。唔係呢，我太好讀嘅係個水產養殖。哦，讀一個水產哦，你做乜嘅冇去接受一個水產，等到行一條木匠嘅路呢？因為這世界路係唔讀嘅水產養殖的話，除非說你家裡有養殖場，或者是說你想要繼續往碩士、博士讀上去的話，那走學術那一塊的話，對，那不然其實一般人讀那個出來，可能都是做比較基層的工作，那也沒有辦法去學到整個技術的核心。那個時候剛好我又有接觸到健身，那又喜歡這個。有興趣，所以就是畢業之後，來做嘢健身嘅東西。不過其實我哋第一講對於呢東西我有興趣，不過有興趣要變做工作，地步始終要親努力，親三忙去準備，這樣有可能呢？也冇按簡單都可以轉變做真是可以變做工作。自己喺準備嘅時間有用乜嘅方式幫你自己講那可以來做一個健身嘅教練呢？準備嘅時間如係。一開始如係，你要練習。先練到像安尼，咁可以就出來做一個教練嘛。冇，也身材係天天來嘅，唔係一下路遊嘅。因為就是你一開始練習，就是等於你自己要先會練嘛。至少你當一個教練你自己要會練，那也基本要有一定的體態。對，這樣子才會比較好。那再來就是慢慢的去，因為我不是相關科系，就是去充實一些自己的專業方面的知識啊，或什麼。因為當一個教練，不是說你只要會練就行了，你還要會教。那甚至是你可能也要懂得學生在運動的時候，可能他的心理，對，可能他今天上班比較累啊，或者是失戀心情不好啊，然後他如果來運動。他可能那個時候運動的狀況就沒有這麼好，那你要怎麼樣去做調整？對，那去激勵他，去鼓勵他。你連身體同心理都要顧得到，真是教練愛好嘅東西該到呢。你自己對開始想要做一個教練開始啊，都真是做教練呢，差不多經過1個月的時間。我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健身嘛，然後一直到其實真的想當教練是。應該說是因緣際會。我快退伍的時候，然後就開始找工作，然後那個時候就投了一間知名連鎖健身房的履歷，那時候就有上。你自己喺過程之中，然後喺做教練呢，一個過程之中，哪個時間開始接觸一個健身嘅運動身材開始改變呢？練了1久啊？都也蠻差不多6年，6年啊，6年之中差不多第1年還是第2年、第3年，你嘅身材有稍微有開始同以前冇共用。其實一開始都有一開始，因為一般人還沒有運動過，剛開始接觸健身，前面大概3個月，可能你很快就會覺得自己進步了。對，可是到後面你會發現，好像變慢了，會卡頓了，會卡住，那就是會想說，怎麼辦？那個時候可能就是要再去調整自己的訓練方式跟飲食，你慢慢呢路有改變呢。唔係講我感覺有進步嘅，可是卡頓我休息一下，等下再來休息一下一段時間之後再過來，有感覺又可以嘅，唔係安尼嘛？安尼做唔得，安尼做唔得，安尼
唐风来都底下讲嘅亚种很外行，不过一般人也会有亚种的想法吧吼。不会啊，青铜牛安的凶哦。因为拄好卡顿啊，就懒的啊，懒死的，就说啊，清无汗，等有汗的上来，结果过去的时间就扶唔擦，就轮唔擦的，结果从头搁再来一摆安尼。系啊，青铜牛安尼啊，懒死的路冇想会来的。久了就真的都不会来了。你自己有拄到亚种的问题吗？有卡顿的时间，有想要병气的时间？有一摆路黑，那一次就是我突然觉得很烦，不想运动，然后停了大概1个礼拜，1个礼拜，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烦哦，就是每天这样又也不能说很累，就觉得很乏味。你做强用的动作啦，也还有做强用的练习安尼。嗰时节差不多练有1年嘞，差不多1年。他们讲哎，嗰时节都不想练，就不想练。可是那一段时间，那个礼拜，我就想说，我自己会问我自己，那你现在又不想练，那你之前坚持的那1年是算什么？对啊，辛苦的1年，更加병气的话，全部都冇hết的。系啊，都冇呀。所以啊，都想讲这样子好像很可惜啊。对，那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反正练了身材好也是自己的，健康也是自己的，对啊，那就是后来又再重新回去练。那可是其实练了2、3天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也很习惯了。对，有时候人真的会有惰性，可能工作累啊，读书很烦啊，你就会不想练，想要在家里就是什么都不想做。我觉得这是一定的，所以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说。有时候可能偶尔周末放松啊，稍微跟朋友乱吃，或者是休息1个礼拜，那个都没有关系。对，因为反而这样子有时候可以让你更想要回来运动。莫把给这个别的按吉这样有一个顺的空间，个弹性的空间，这样我们马上都拄到卡顿的，你想会병起的。系啊。过快。条问一下这个练身材按这个有嗰度什么行喺路方嘅时候，什么有可能冇？也係講這個什麼會同交流嘅時間有個順利冇？困難哦，其實我覺得台灣也蠻健身的觀念剛開始，可是因為我們主流文化受比較多都是日韓的影響，那其實日韓很多明星啊、藝人都還是比較偏瘦，身材像足夠強壯，對，所以現在難免還是會有大部分可能女生會覺得男生就是應該可能要瘦瘦的或什麼，或者是有腹肌這樣子，瘦有腹肌就很好看，對，反而很多一般女生就是可能在路上或者是沒進健身房的女生，他們可能看到我這樣會覺得很惡心有會講有個太雜嘅，太雜啦，今日我有壓力啦呢，會安呢如果除非說是有來健身房的女生，他們才會開始知道練到安呢很好看呢，才會去喜歡啊，不然其實如果一般在路上，可能不管男生或女生會看，可是他們看可能不會說覺得是練得很好，會覺得怎麼練到安呢？練到安太就失敗強安呢？會強安呢？你呢？你的標準冇強用啦，沒講應該是做一個運動之後，開始健身之後，我異性緣都會過好，係冇安呢嘛吼？是吧會啦，有影響唔過沒有到想象那麼多啦，對，一般大眾還是會覺得這樣子不好看。大家觀念冇都按應該講大家觀念冇像之前按嚟講，以前我係像足夠嘅啦，又係像其他樣板，其實這個有這個嘅標準。按你喺做一個教練之前啊，做一個工作，你錄下年會唔會對一個工作有乜嘅想法嘛？因為一個工作唔係像人哋傳統嘅其他一般嘅工作㗎。會哦，我爸爸媽媽會想講，有啲工作可以做一久，一天不會嘛？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是一個新的產業嘛，對，那他們會覺得說這個工作你可以做多久？你做30歲、40歲，那你可以做到退休嘛？可是我會覺得說，因為這是一個新興的產業，對，所以相對投入的一定是年輕人嘛，因為健身這個產業剛開始，這個風氣剛開始，所以說
应该不可能会有以前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就有开始接触运动训练，然后直接来投入，所以相对会加入都是一些年轻人。那我觉得自然他们会有一个既定观念，会觉得这个工作只有年轻人可以做。对。可是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你因为我们其实就像老师，对，会有教学经验嘛。那你如果在这个产业待得越久，你如果有持续去进修，然后接触到的学生越来越多，相对你的教学经验一定会越来越好。对吧？那自然而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持续做下去的工作。对，并不是说我可能寿命很短，像运动员一样，可能到了30几岁就不行了。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持续做下去的。对，嗰所以一個運動其實爸爸媽媽嘅人行係有鼓勵啦，唔過唔用更加自家行動吼，用人家行動來證明講，其實一個產業可以來進行，可以來投入，作為你發展長久嘅發展係唔係安尼啊？係啊。哇，觀眾朋友，各位安尼小姐，大家對一個健身新型嘅運動產業係咪有進一步嘅了解呢？到底按用辦將自家嘅身體練得更好看，也係講保持個健康呢？人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分享哦。健身一個運動其實在台灣啊唔算長久，不過健身一個運動係唔係真是行到健身房底部拿頓器材，安尼輕踩練一下都會有效果嘅呢？其實我來請國凱同大家來分享咯。國凱睇健身房底部啊，其實我哋看到有很多人都會去嘅運動嘛。安尼健身一個運動有限制講，一定要1.4以上，也係1.4以下，才可以來一個運動嘛？冇呢，冇哦。主要就是看，因为它是一个场所嘛，那当然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危险性，主要还是会健身房还是会限制基本的年龄去入馆，因为太小的那种小朋友还是怕会有受伤，当然一开始是不建议，那一般其实从青少年，各种的时间都可以练的，因为你看。国外其实很多那种国高中，他们开始接触运动的时候，甚至参与校队，或者是自己本身假日就会去健身房运动。那其实年轻人或者是青少年去运动，对于发育，并不会有影响。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过度，当然可能会有影响。那这边是指在正常的情况下，适当运动反而对于他的生长是有帮助的，对，那一直到可能老年人，对，像我有后生迄70歲，你後生有70歲老人家，哇，其实他们更应该要运动，因为老人家退化嘛，会退化，行唔通啊，那个其实很多都是跟你的肌肉流失会有关系。我知嘅，也他們有最流行有一個喺老人家之中，佢哋會講到肌少症，你會講佢嘅肌肉冇像後生嘅時間按到，結果就輕度偏都因為按呢當做出來嘅。係啊，因為肌肉變少會代表你的代謝也變差，那你的身體的支撐力也變差，那慢慢的可能很多人就會有肥胖啊，然後或者是說關節退化的問題，因為肌肉不夠支撐嘛，變成說關節壓力變大，那尤其是老年人，很多人開始會膝蓋痛啊什麼的，那慢慢他就會越來越不想走，越來越不想動，那你越不動，肌肉就越容易退化，所以反而老年人跟年輕人比起來，更應該要運動。對，這樣子才能適當去維持自己的生活品質。安尼頭都有講到嘅，後生人喺運動嘅時候，其實要注意講不要過量嘛，會妨礙佢嘅成長。不過按老人家咯，老人家應該會特別注意吧。老人家你一般佢喺健身房去運動嘅時候，你唔會同佢提倡講要注意嘛嘅冇？老人家來嘅話，因為很多老人家來，大部分老人家可能身體的活動能力都會受限嘛，或者是可以做的動作不多，要不然就是有受過傷。那一開始的話，我們都會建議他先做一些簡單的徒手，徒手就是你不拿任何的重量，單純用自己身體的重量
去做一些简单的蹲的动作，推或者是拉，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做到的动作。对，那主要先透过这种方式去让他的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去习惯，然后等他 OK 之后，等他可以之后，再慢慢把强度提高，不管是运动的重量啊，做的次数啊，提高之后，那慢慢他可以再去接触一些比较更高难度的，甚至是哑铃、杠铃的部分，这个都是可以做的。按你谈讲嘞，因此呢，以前嘅谈过嘅看法吼，可能更冇正确。而且讲健身啊，一種運動啊，其實講練嘅身材硬好佢，其實對自家生活之中嘅發通啊，又喺工作冇乜嘅幫助，應該唔係安尼啦吼。其實你練咧，更好一些，你自家嘅身體健康嘅，等於講你自家日常嘅生活更有幫助，係唔係安尼？係啊，其實我覺得練這個不只對自己的健康，那還有我覺得自信，對，身材變好了，我覺得每個人自然自信都會變好。對，可能如果你從很胖那變瘦下來，你自己一定會覺得心情不一樣。對，那我覺得健身這一塊就是除了改變自己的體態，那再來就是健康嘛。很多人加入健身房絕對是為了，大部分一定說是要減肥。對，那我就有遇過學生，他一開始他只有跟我說喜歡減皮，減下來之後，他跟我說他想要有腹肌，那慢慢的會想要越來越多，對，那可能甚至到後來他自己來練的時候，他以前原本都只穿短袖，他後來會開始穿背心了，對，那也會變得比較喜歡在鏡子前面拍照，就給講的啦，我自己係欣賞啊呢，對啊，因為有了自信呢，他就是整個人的感覺都不一樣了，這樣，對，所以其實健身這個給你帶來的不是只有健康啊，那我覺得自信。對，那我覺得人有自信的話，可以影響很多事情。對，不管是在人際上啊，或者是工作上，我覺得都會有差別。談講呢，其實教練佢要請專業的知識，你專業啊，你能用嚟去培養，佢需要的專業，你能用嚟去學啊？像證照也得呢，佢有需要嗎？有啊，證照很重要。因為教練除了自己自主訓練。那有一部分有些專業的東西還是要靠證照，那因為健身這個部分是從國外流行進來的，所以很多知識最新的知識可能都從歐美那邊進來，對啊，那現在就有很多的不同的證照啊，那台灣可能就是我們的那個 C 級指導員，對，那國外可能有其他像可能比較大張的證照 ACE 啊，或者是 NASM 啊等等的，對，那其實這些證照就都可以去考取，只是每個證照並不一定說你當一個教練就是全部都要有，你可以去選擇自己可能想要去專精的跟擅長的那方面去考取，這樣，那慢慢的你有了學科的知識，那術科上你自己又有在自主訓練跟複習，其實你慢慢的就會變得越來越專業，對，那再加上你平常在帶學生的實際上的經驗，你去累積之後，其實一個教練會慢慢變得越來越厲害，對。按呢，其實個個人有談過呢，之前有談過講，人哋去運動去一個健身房，其實講其實裡邊又有分哦，伊咧講係健力，伊咧講係健美，其實呢兩種同健身有冇個差別嗎？這兩個都是以健身為出發點，因為不管任何的運動都脫離不了肌力訓練。對，那肌力訓練其實就是健身的一塊嘛，對，就是從健身為肌力訓練，只是把這個詞只是把健身講得更專業一點。對，那其實健美跟健力的差別在於，健美是他們非常要求身上的每一塊肌肉的細節，身材要改好呢，跟線條。對，那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在訓練，健力也要訓練啊，對，健力跟健美都要花很多時間訓練。那健美可能又更要求飲食上的控制，營養啊、熱量的計算啊等等的。那這樣子才可以有比較完美的線條跟體態。那健力的話比較偏向於力量的展現，對，他們對於飲食上的要求比較不會到健美這麼的細膩，但他們追求的是大重量。
可能你可以推得多重啊，拉得多重，蹲得多重，而不是体态上你肌肉的线条跟细节。哦，原来今日咧差别喺睇啊！可是以前在谈的时间，人家讲哦，我去练个健力的啊，另外一个又讲哦，我去练那些健美，我就想讲唔咩啊，其实唔咩都睇健身房底边运动嘛，因为有分要两种，原来各可以按嚟讲啊，我都知哦，原来还有要两种。按你睇健身房底边其实年轻动也系学生嘅轻动嘛，你可以从大家嚟讲一下讲，你自家睇健身房底边有读到过贴配嘅学生嘅冇，也系有过看到过贴配嘅年行冇。贴配的后场的路，我有的后场他不爱讲话，周的时间啊，中间会休息啊，休息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内向，有时候做完，我问他说，身体感觉怎样啊？会不会不舒服？他说不会，这样，然后可能我后面我有时候会跟他聊天嘛，他就是会。他都很害羞，他连他跟他朋友讲话也会这样。我每次跟他讲话，他都只是点头。谁摸嘢吗？没，谁来？谁来？想讲谁摸嘢话，佢可能係對唔有意思，嗰種佢就會害羞。誰來哦？而且很年輕，就學生，他是學生，還在念書。然後我就覺得上課很悶，對。可是我又會盡量的想要可能。開玩笑或者是輕鬆一點，帶動一下上課的氣氛。可是他就還是一樣會這樣，然後我就會覺得會不會是我有問題？有挫折感。會，想講跟我有問題嘛？按人有讀到講，嗰種學生嘅啊，其實佢青年去搞佢，佢有感覺佢自己親妹啊，就自己拼命去睇學白練安尼嘛？會，有嗰種都係，你帶他練的時候有沒有？然後你加重，他會說，然後再重一些，他會說再重一點，可是再重一點，他明明做的時候他就已經動作啊什麼全部都跑掉，可是他一直說他可以，對，可是有一擺路會我給他加重嘛，那他覺得他可以再更重，可是他的動作就跑掉了，對。我就跟他說降輕一點，可是他就覺得他可以，數已經精準了，你還講最後人講，我做對，我做對安尼。係啊，唔好這種會受傷啦。哦，這個就是要跟他溝通，不然其實如果我這樣子帶他，那他動作做得這麼奇怪，那旁邊的人看到一定會想說怎麼教練會這樣子教？對啊，所以說我還是會跟他說，就是。溝通啦，溝通，因為學生一開始剛接觸的時候，一定要可能先跟他教育，或者是說到底怎樣訓練才是有成效的，不是說做很重，你就會有效果。有時候你做太重，你不能控制，你會受傷。你我們健身運動的時間有時間，我們數運員啊，數個輕船員，那用嚟分工，我自己係輸送，也係增重嘅個船員呢。增重的話，練後隔天會酸痛，或者是再隔2天3天，這種很多延遲性酸痛，那個都是正常的。如果那個時候，除非說你真的是，因為很多會員會分不出來酸跟痛，有時候只是酸，他也會覺得是痛，因為唔爽快啊。係啊，以為你冇在運動嘛，頭擺做跪起。很酸痛，比如說用來受傷用的啊，可是其實那個都不是，那個只是運動後肌肉有稍微一點點輕微發炎的現象。對，那真的會痛會受傷的話，是指說你可能在運動的當下，或者是隔天，這個疼痛感是真的讓你完全沒有辦法可能做正常的活動，那個時候就建議你去看醫生嘛。那如果簡單的那種酸痛的話，一開始我們會建議你可以稍微的熱敷，然後或者是稍微去按摩，可能我們會簡單用手肘，假如說我大腿酸，會用手肘稍微去做簡單處理一下，因為可以差別都會講，會唔會影響到自己的身法做一個區別啦？假使講真是有影響到，夾落去看醫生，冇嚴重的結果會越來越嚴重。係啊，哇，觀眾朋友，講到這邊，係咪對健身這個運動有進一步的了解呢？等一下還有更多精彩內容、專業的知識等等同大家分享哦。
人家讲台上1分鐘，台下要10年功。根本的啦，難得有安怎樣嘅教練來到現場，偷偷同大家問一下，用板體盧卡可以減肥，也係講本身材更好一些。各位，根本的啊，難得來到現場，我呀想問講，其實我哋一般嘅盧卡人啊，可能睇工作啦，也係講真是太無閒，無法度好，真是到健身房去做運動。假使講我哋要遇到一個問題，我睇盧卡自家做運動做得冇？簡單來講，如果體盧卡嘛，那一般我們都會建議你可以做一些下半身的訓練。用板來講下半身運動，就像大家應該都有聽過的，可能深蹲，深蹲，然後或者是弓箭步，對，那還有簡單的一些腹部的動作，像捲腹。以前我們都說仰臥起坐，但仰臥起坐其實因為它是整個人的身體這樣捲起來，那其實對於腰椎的傷害可能會比較大。我們可能會建議你就是躺在地上，然後雙腳彎曲放地板，然後稍微的把你的上半身的背部離開地板。對，那還有的話可能就是做下半身嘛，深蹲啊，或者是弓箭步。都頭都個人講嘅深蹲，都會鼓下去嘛，真是鼓下去單純按你一個動作都有效嘅嗎？當然還要注意一下你的身體的動作。對，就是很多人會蹲的時候會，膝蓋會過度的往前啊。腳膝條嘅太部分會太耐。正常來說，我們會希望身體就是在一個中線上就好了。因為很多早期會有觀念說，我們在蹲的時候，膝蓋不要超過腳尖。但其實那個是錯誤的。對，只要你在蹲的時候，你可以給自己一個指令，就是你感覺是，你後面有一張椅子，那你的臀部是要往後坐的。對，但你坐的時候不要整個重心往後跑，你的腳尖不要離地。對，還是要踩穩在地板。那感覺臀部往後推，那挺胸看前面，這樣慢慢的坐下去的感覺，然後再站起來。你簡單睇，你可以腳打開來嘅講，然後做一啲鼓下去嘅動作，你腳打開啊，與肩同寬差唔多啊，天天嚟安尼，慢慢嚟鼓下去，感受到人哋大腿腳有太用力咧，你可以停止啊，都放落，冇一天講一天可以鼓到全部鼓下去嘛。冇。如果有感受到人家腳太用力咧，你差唔多嘅都可以放落安尼。都可以放落。老年家嘅話，腳無力嘅話，可以扶着。數去普通嘅面床啦，又係等咧。天天安尼下去，放落安尼。也係有運動嘅效果。冇規定講一定要做一道下巴。因為每個人不一樣啊。對，那可以的話，大家最少都要做個10下，10下、15下、20下都沒有問題。只是怕說可能老人家可以啦，因為老人家可能沒有在活動，10下、20下可能就會比較酸，但怕年輕人的話會沒有感覺。所以我們會說，可能如果你家裡有一些簡單的重量，可能像抱着一個大的那個水壺，也是可以的。你想講，睇盧卡其實按你簡單做一下也唔會差呢。不過像有嘅時間，每種上嘅減肥啦，比如講腰骨啊，我哋平常更加人工作，大部分都辦公室，又係講失敗，而家老人家夏天啊，呢度我哋以前嘅腰骨我嗰上人背部酸痛嘅時間，我哋可以做呢度嘅運動，又係動作。減輕來維持我們身體更鬆快一些。要主要的話，因為它是有點算是職業傷害嘛，比較算職業傷害部分。那有些人因為長期彎腰的關係嘛，那會造成說腰啊、下背啊會比較不舒服。那我們都會去建議可以去做一些訓練核心的動作。對，好比說可能我們會做棒式。棒式用嚟嘅動作啊，它就像是做有點像伏地挺身，但想象我現在是直立的，對，那我們的手是這樣子，手肘跟肩膀是相對，然後撐在地板上，那腳伸直，就等於說我只有這邊跟腳尖是支撐的。嗰你鋪喺地板上天來空，用手用一個部分手肘的部分接觸嘅地板，同腳尖按嚟，撐着支撐，然後你的身體要平的，
哦，平诶，会平诶哦。做唔得安尼，应该就是破家摕天来，做这个无效果。做唔得拉下去啊，然后平的，然后身体出力绷紧，撑着这样子，对，去训练你的整个核心的部分。啊，你真是有感觉可以训练到，因为以前也有类似安尼，通常以前可能做伏地挺身时，光是安尼撑着的时间，哦，个输啊，同跟游过这个，我青少年挺有效果的感觉呢。系啊，啊，个有汉字功一球吗？冇吗？口研发路嘿，如果可以以1分钟为单位，30秒到1分钟，那每个人不一样，以为你可能无法出10秒路做唔得嘞。嘿啊，所以慢慢来啊，尽可能的去撑啊，就是在镜子前面动作对，然后尽可能的去把时间加长，这样子。除了运动之外啦，食係咩也輕重要，係對健身來講，係唔係對於人哋健身來講，有運動誒，食的時間也可以更多的幫助呢。吃占非常重要。我哋如果講30%的訓練跟運動，然後70%是因為吃會影響你的運動成效。因為假設說你今天來運動啊，按練得很正確，那你可能你也練得強度夠，可是你回去你亂吃，那營養該補充沒有補充。就好比說，我們都會說健身嘛，要長肌肉嘛。那肌肉是蛋白質，是靠蛋白質去增加的。那你如果今天做重訓，但是你沒有吃蛋白質，那肌肉沒有原料去成長，那它就不會進步。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的生活蛋白質都是不夠的，都會吃太多的澱粉跟脂肪，尤其外食嘛。那我們都會建議你要攝取多一點的蛋白質，好比如說雞蛋啊，那瘦肉啊，現在都很方便。如果外食的話，可以去全聯或者是去超商，可以去買那個雞胸肉。那種記得有看到青島包裝機蛋糕有寫熱量1度啊，其他嘅蔬菜啦，係某個營養成分佢都寫喺幾好啊。啊，不過唔同食幾度嘅蛋白質、卵白質嗰種。可以幫助我們長肌肉，不過肌肉那部分有限制講，可以食1度的嘛？因為以前人哋老一批啊，有啲上班講1日食嘅肌肉做唔得超過2粒，佢講會膽固醇過高，真是有一個講法嗎？其實冇安尼講啦，要麼就是美國的研究其實有發現，雞蛋蛋黃的膽固醇跟人體那個膽固醇過高，其實沒有直接的關係。對，主要會這樣，可能都是因為過量的海鮮或什麼等等的。對，其實雞蛋裡面的蛋黃跟膽固醇是沒有關係的。那當然也是不要太多啦。那其實適當的攝取是可以的。對，因為像一顆蛋，它只有8公克的蛋白質，大概。對啊，那其實你要吃到整個超標，其實真的很難。對，一般正常人一天你沒有在運動，至少都需要60克，60克蛋白質。那你蛋的話，一顆才8公克，對吧？你吃10顆也才80克，但你不可能一整天的蛋白質全部都吃蛋，對啊，所以其實不太需要說擔心，我今天吃了2顆蛋，會不會就膽固醇變高這樣？按哪一方面呢？這個要減皮可以是飯嗎？可以啊，因為澱粉還是很重要。現在有很多人青島有講我要減皮，做唔得吃飯。可是其實那個是錯的啊。係唔錯嘅觀念啊，那種是真係個好嘅觀念。我會講，就是你要用可以貼近你生活方式的。對，你今天如果用一個極端，可能不吃澱粉，或者是可能限制自己吃飯的時間，這樣子，那我覺得就算短期你達到效果，可是你如果之後效果達到，那你恢復正常飲食，你的體重一樣啊，又皮紅了呀。你其實不用說刻意說不吃澱粉，你只要可能稍微減少，對，你可能一整天的量，你可能稍微先少1半，或者是少1/3，那慢慢的去調整，因為你完全不吃，我覺得對於身體也會有影響，因為澱粉身體沒有糖類，那其實有時候情緒啊、脾氣啊都會不好。那情緒脾氣不好，我覺得會影響到你的工作，或者是說跟人的相處，也會比較沒有耐心啊。那我覺得這樣子都是不好的。所以你可以先從可能澱粉的量啊減少1半啊或1/3，
对，那少喝含糖饮料嘛，吃甜食跟炸的。然后加工食品，好比说火锅料啊，眼前啊，各种东西。从两来讲，这个吼，我先去做一个学习、一研究，哦，本自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也系知识之后，哦，来天天来进行。总唔得讲啊，糖饮用的讲啊，你马上去做啊，做的又做一半，哦，安尼效果都唔好。啊，假使讲真是过磨汗啊，也系讲啊，也系。请懒时做一道，最好的方式都请人一种专业的教练同佢哋听书，什么，然后同佢规划用办去进行，或用办类似啊，顺势的督促佢，什么？系啊。哦，安尼，嗰个自家对未来还有乜嘅想法嘛？有嘅规划会参加那条比赛啦，也系增加那条的知识嘛？还是会持续去进修啦，因为我觉得这种有关于健康上啊、运动上、健身的知识，就是自己都可以用得到。系啊，唔但想帮助自家，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本身体更加健康，本自家的生活更加个好。因为会有一些专业知识在嘛，如果又是家人的话，你可以问他，那给你一些观念。因为台湾早期很多运动啊或饮食的观念都太，比较不好啦。就好比说。以为你们讲，我减皮会是给水煮啊？全部还用煮的，用煮的，其实那个是不对的。因为脂肪也是人必须的营养，对啊，你全部都水煮，其实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的营养也不好了。应该是适量的去控制脂肪还有淀粉的比例，对，那去达到想要的效果。对啊，就真是要有两个部分，一个专业的知识啊，从坚持下的态度，系咪啊？哦，观众朋友，今日啦，真是多谢各位来对大家带顿安好的知识同观念，大家有学到的冇呢？也希望大家今日看下之后啊，可以睇录卡哦，自家来试一下哦。假使讲真是冇办法啊，唔怕，也能可以来请教各位一种专业的教练。今日请感谢各位来到现场带来安精彩故事同正确的观念哦，多谢。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做回来运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到健身房，然后锻炼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更有自信，那也找回身体的健康。好哟，来去健身房之前呢，先停顿眼的先生来做一下运动吧。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谢诺夫先生，今日我来教大家步行的运动，是对我们颈筋、运动到我们肩头还有手、背压手，因为我们有蛮多人佢容易肩头酸软、手无力。我哋今日都来做我哋颈筋，还有肩头，还有手嘅运动，请大家好好来同谢诺夫老师运动哦。下啲咧，我哋开始都对我哋手，用一套颈筋，我哋脚往前一步，手嘅仰下来，安尼对我哋肩头黏黏啊，肩头黏黏啊，用手搓鼻手，搓鼻手来，记得多练几下，再过来我哋弯脚弯手，仰上来先得倒落去哦，稳定同我哋肩头对等方。慢慢地粘到来，慢慢地粘到来。颈筋用两只手粘比上来，粘并上来，再来提用比手哦，安尼颈筋要去强松。黏
對當空延落來。再來我哋用手提觸鼻手來哦，將見手每個人身體不嘅健康。我哋再做一擺，腳揚出去，手放下來，要穩定身體幫到哦。我哋手放啊將緊，對下延啊到當空。對當空延落來哦，將緊上下用觸鼻手，回來我哋再做一擺腳揚出去，手放下來，要穩定。來我哋手放啊肩頭上，黏黏啊，從肩路放上來，尤其我哋將肩頭一個，自從我哋看電視，叫嘅肩頭先硬，要麼我哋從肩路放上來。黏黏啊，戳戳啊，當空挨下，觸鼻手來，歸來再來一擺，再來我哋試得再做最尾擺哦，腳記得揚出去，企穩來，手放啊將緊，黏黏啊。眼皮上來，肩頭放上，戳戳啊，當空挨下，觸鼻手，一路我哋將緊呢運動，也慢我哋嚟做我哋手臂，我哋肩頭，黏黏啊。數個陽光來，滿數，將近是得小開拜拜，安尼肩路變上來。再來我哋同腳打開來，按你要加強鬆，加自然，來再來幫手幫腳，來黏黏啊。大下我哋兩隻手將打開來，兩片泡泡噶，泡一下，我哋肩頭先慢慢，慢慢地來，放鬆來，先泡個當我哋手方，放動來，泡泡噶，冇做到看到我哋手，安尼nám咁唔幫到。我哋先幫手，肩頭泡泡啊，放鬆我哋肩路，也都最好嘅運動保健。冇小看安尼哦，安尼要幫我哋流汗哦，身體都要受風來，假唔好感冒，尤其我哋肩路放鬆來，將緊肩頭安尼都唔會。來，放鬆來，腳一樣打開來，我哋手轉圓圈呢，手瞄頂要感覺，我哋手，睇運動一下，
唔喺數個叫毛安尼運動嘅哦。轉嚟接下來6、7、8、9、10，穩腳來，穩腳，穩數矛盾，1、2、3、4、5、6、7、8、9、10，穩數穩腳，等下咧，數腳記得打開來，數揚上去，讓好來穩定咧。另外一邊轉另外一邊，人哋老人家佢叫數安尼冇運動數不揚唔空來哦，所以天天洗腦副先生，人哋聽同自家身體，幫人哋身體受空來，見路變上來，安尼轉下咧，要感覺佢爽快嘛，做下輕好。但穩數穩腳來變另外一邊，數揚空來，我哋用另外一邊，轉眼看呢，冇做肯定數咪係你運動跳起。要問人哋數，要記得再打一擺，撲撲同人哋用上來，數變拳頭，有3種嘅方法，人哋對前面、後面，人哋再做一擺來，慢慢地做，俾大家學會來第一咧。都係人哋有啲鏡頭，要記得數腳揚上來，啲圓圓戳戳用匕首來記得穩數穩腳，差唔多人哋都穩數穩腳，穩數穩腳，圓圓鏡頭用上。變熱，人哋身體要個健康唔會安尼感冒後面人哋鏡頭呢啲脆脆圓圓圓圓要剛剛人哋鏡頭越來越爽，越來越快樂數打開來，頭氣變落來。打開來，頭氣變落來，左數右數轉下來，要剛剛人哋鏡頭，人哋數越來越強壯係冇？根本呢啲好好來運動，人哋強健，鏡頭數去運動，大家要學會係冇？請大家好好同洗腦副先生向下快樂來學。安尼我哋下一擺再來聊